喺無線有一個論壇，大家有冇睇到啊？有。咁多人睇㗎，邊個睇過？咁多人睇㗎原來，所以咧電視嘅威力真係好勁啊！其實我哋真係好想咧講下啲民生嘅問題，講下房屋嘅問題，出售公屋嘅問題。好多住喺天水圍嘅街坊都好想買翻佢自己嘅公屋單位㗎，係咪啊？咁我咪講咯，點知一開口佢就鬧人啦，冇乜好講嘅。所以大家全港市民都睇得好清楚啦嗰晚，係嘛？我哋想講民生事講唔到，就正如喺立法會咁樣樣。但係呢一類人，我哋唔能夠俾佢喺立法會。我哋希望多啲嘅正經人，多做正經事，好嘛？好。呢個係事實嚟㗎。希望呢，我哋喺餘下嘅20日，每人多走一步，多講一句，支持劉江華，支持梁志祥進入議會，支持1號梁志祥，支持1號梁志祥，支持804劉江華，支持804劉江華。元朗要啟動，元朗要啟動，香港要贏，香港要贏，香港一定贏，香港一定贏，民建聯一定贏，民建聯一定贏。多謝大家。多謝劉江華議員。